北京的自行车道全长有4公里，而且可以是单一行的自行车。跟着骑上脚踏车，北港村的环村自行车道随着凉风迎面吹来，沿途植栽的树木让游客享受自然分多金。糯米桥畔的音乐水车，每半小时会自动敲出不同旋律，动人钟声，和风绿地，伴随着潺潺溪流，再惬意不过。山顶日时头要去做工课。但是伊爱做工课，无米好食，但是爱搁精米啊！所以讲伊就头脑设计讲利用这个关键的所在来创这个水堆啊来精米。没有机械设备的时代，客家人的老祖先用人力和智慧创造了最原始的产业，丰富的文化特色是北港村的好风光。铁马之旅沿着北港溪，经过音乐水车，远眺看到的拱形水桥是北港村精神指标糯米桥，享受徐徐凉风，回程再经过虹桥，感受夕照。游玩铁马意犹未尽，来品尝道地客家料理。下锅酥炸，30秒内得起锅。金黄色鸡柳香气四溢，秘诀就在这黄澄澄的客家茄酱，是有机的那个橘子呢，然后呢，我们自己再就是去把它开发一个酱。掌厨的社区妈妈20年前嫁到北港村，自家种的紫苏梅是让人一吃就爱上的梅香茄子主要的关键。传承客家勤俭精神，用家乡随手可得的食材，延续传统好口味。这个早期那个糯米桥，品尝完美食，再来到这一间客家文物馆，珍贵老照片、早期农村生活器具、农家生活实际体验。米饼来吃，用汤匙看嘛，就是一个人伫遮，伫遮安尼下。导览解说，游客们跟着见证北港村历史。古董钟上的时间正停留在921地震的那一瞬间，提醒大家学习饮水思源，感恩惜福。周末假期放慢脚步，来感受北港村永续保存的客家文化。古老水车转动潺潺溪流，倾泻跳动音符，骑乘铁马借到糯米桥，和梅香茄子美味接触，惬意中找到感动时刻。